讀書係最好噶嘛，最尾嗰分鐘讀書咧係你終身伴侶。賭王何鴻燊生前中意讀書，經常公開表示讀書係最好㗎，奉勸世人要多讀書，可以改變命運。但係今日我要講嘅主角唔係何鴻燊，而係賭王生前愛將蘇樹輝。蘇樹輝1951年出世，祖籍廣東新興縣，澳博前行政總裁，人稱何家大總管。何鴻燊曾經公開稱讚佢中英文唔錯，勤力又忠誠。蘇樹輝出生喺香港一個貧苦嘅家庭，佢由細就熱愛讀書，後來以優越嘅成績考入香港大學，主修物理同數學科目。畢業之後進入一間美國貿易公司嘅香港分公司。1975年，佢喺報紙上見到信德集團招聘助理秘書，工作期間考取咗英國皇家特許秘書資格嘅蘇樹輝對呢份工作好有興趣，於是走去面試。擁有高等學歷嘅蘇樹輝第一時間被相中，並且委派佢到澳門管理業務。據何鴻燊後嚟講，當時嘅博彩行業冇幾個讀書人，難得有一個有本事嘅高材生加入，簡直係如獲至寶。而蘇樹輝啱到澳門嘅時候，負責嘅係保險工作，同之前應聘嘅秘書工作冇任何關係。冇幾耐之後，又被派到菲律賓去負責賭船嘅生意。由於表現出色，1年之後就俾賭王調返到澳門，跟隨賭王一齊管理公司。憑藉自己過人嘅魄力同埋能力，蘇樹輝好快成為咗賭王嘅得力助手，喺賭王旗下嘅幾家公司都身居要職，成為咗賭王嘅大管家。咁後來喺媒體採訪當中，佢話啱啱開始嘅幾年，何生都係鍛鍊緊佢。佢感謝何生呢位亦師亦友嘅伯樂。蘇樹輝同周錦輝、李志強同被稱為何鴻燊嘅3大頭馬，但係周李兩人後嚟自立門戶。蘇樹輝唔單止兢兢業業做嘢，多年嚟澳博嘅成就，自然同擔任行政總裁長達16年嘅蘇樹輝嘅拼搏與奉獻係分唔開㗎。當年何鴻燊設靈堂橫匾書有笑與為獲4字，就出自蘇樹輝之手。總結賭王叱咤澳門賭業及商界，作為澳博靈魂人物嘅傳奇一生，亦都足見蘇樹輝有住深厚嘅文化底。作為何鴻燊長期信任嘅左右手，蘇樹輝喺澳博及其母公司澳娛工作咗近48年。喺何鴻燊因跌倒而臥床之後，蘇樹輝成為平衡澳娛內部爭奪公司控制權各派系之間嘅和事佬。2023年，蘇樹輝退任澳博副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蘇樹輝由一個窮小子，因為讀書改變咗一生，成為打工皇帝。如今佢嘅身家已經唔係一般上市公司可以比擬㗎啦。一命二運三風水，4積陰德就5讀書，係5讀書就真嘅啫。咁固然我認為咧，你想成功咧，要讀多啲書。關注澳門事，了解身邊事。多謝收睇，拜拜。